耶路撒冷城的街路，何塞那奉主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俄勒的歌声，甲百姓的喊话，第三印象，因为今仔日就是遐个军队耶稣的百姓，在欢迎因的王，恰如应显入城的大日子。总是，阮总伫亲像相反的街路的印象中，遐个妖异的、甲无情无义的宗教领袖在组织，传播怨愤甲妖异的政治，也假模要将这位谦卑的先生的影响力消灭。真通确定的，
就是这因无规格的人，是有可能找到一个甲正人所讲的弥赛亚，上清君的人做来干。总讲一句，若是肯用钱银，任何人拢有可能受买收。就安尼，规格完成啦，就是计划买收门徒中的一个，就是一个可能为着几十个钱银出卖耶稣的门徒。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，一起过犹太人的逾越节。当他们聚集一起
享用逾越节的筵席时，耶稣告诉他们，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。他提到被出卖，以及很快要离开他们。然后他拿起饼，擘开，递给他们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接着他又举杯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晚餐过后，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名叫客西马尼的地方。就在耶稣预知即将来临的事，以及他的跟从者很快要面临的状况，此时忧伤的重担席卷而来。
在痛苦中，他倾吐他的内心，说：“阿爸父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偏僻安静的花园，忽然，互一大阵犹大带来的一群野刀、野棍的仆民，
的喊发声拍破，因将耶稣抓起来，将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甲律法师的面前。伫即个暗暝，伊受出卖，假的见证，阁受虚人审判。了后，耶稣受判死刑，就是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总是耶稣伫伊最后疼的表现，就是当伊互交互遐个伫伊本来要拯救的人的手中的时，伊拢无反抗。耶稣被带到哥哥他，在那里被钉十架，在两个罪犯中间。当现场
目击者嘲笑他之时，一群士兵瓜分了他的衣服，对他做最后的凌辱。黑暗笼罩大地，日头也不发光，圣殿里的幔子裂成两半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他说完这话，气就断了，在石架上结束了生命。我
伫7日的头一日清早，有负责人去到伫埋葬耶稣的墓地，有天使对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知恁在找耶稣。伊无伫遮，照伊所讲的，已经告我啦。恁着赶紧去甲伊的门徒讲，耶稣已经对死人中告我啦。
呀！那点。